位前贤吼，去做礼节啊，去扶持去帮办啦也是甲因妈做最后甲咱个讲护持圆满所以讲感谢咱各位前贤啦搁礼拜天了，各位前贤，咱礼拜天了爱去的，看两个落几点咱来听着同齐车，应该有时间性的伫即个时间在时啊安尼有影所以爱较辛苦的啦这也是难得的机会啦，因为师尊遐天年90年甲我讲的，90年的时阵，咱大家也是世的师尊就遐民国19年呢。为兄弟姊妹，为迄个众生敦厚经过90年，这个是一种的追思咱感觉讲，咱这就是继承书籍啦，咱就是照常安尼一直咧度化兄弟姊妹，就是讲精度家己啦，家己嘛重要呢，因为咱家己内底，咱嘛有是足侪无明，咱嘛足侪无明的众生呢，咱袂知。所以呢，师尊甲咱讲，修道修心，就是要修咱这个妄心，因为咱这个妄心嘛起心动念，就是业嘛。所以其实咱会人会伫人世间受苦，其实就是讲由咱家己的妄念一粒的妄念离起，所以来造业。造业当然你造业恶果，你造恶因就是爱受恶果嘛，这必然的。所以讲咱透过着听真理。无非就是要先净业，咱人讲随时心净，才会透净。所以咱的心内爱清净，咱这心咱各位先生，咱若就是大家净看卖，咱的妄念一念过一念，一念过一念，想着啥，一直出来，所以这就是咱关照的功夫咱若有关照功夫，愈感觉讲，咱咧起心动念是知影。所以咱的功夫是但是咱随着啥？随着咱累世来的习性，咱每一个人拢有习性，包括佛法嘛是所以咱这就是咧把咱累世来习性，咱以咱的习性咧处理代志呢，迄毋是真正咱的智慧呢。咱真正智慧处理的时阵，袂去造业；智慧显现的时阵，袂造业。但是因为咱就是咧用妄心咧处理代志，所以才会去造业。所以老师甲咱讲。师尊师母甲你讲，修道修心，办道静心。所以讲静的时阵，就是回光返照，来修家己的内在的无明众生，来自度。那动的时阵，就是爱度化有缘兄弟姊妹。你看，迄个师尊师母领年90年咱这世界80几个国家，就是因为咱这兄弟姊妹，大家去承受着。天恩师道，把这个道传遍出去，就是咱家己好样，爱天下兄弟姊妹，拢总爱会当红灯这个咱的理天。你看像咱迄个讲六慈，你看伊得到了这个，迄个讲医保样，伊早来讲得到医保伊家是爱强伊的代志啊，因为是未来一代的祖师呢，你看。经过千辛万苦，甚至搁爱去拍对秘15年。伫秘15年的时阵，就是咧修啥内身功夫。你看伊一个到迄个讲迄个15年了，就是功德圆满出来，咱家伙过来就听着迄个印宗法师，伊就去断着。这个印宗法师就是伊的有缘人就我从客气开始有缘，开始伫遐讲赞。所以讲这嘛是咱有一个运甲咱师尊师母共款。伫遐咧天地的时阵，你当时伫大了，嘛是办甲非常的宏大。但是到尾嘛是爱把道传遍伫外国。所以你看陈大夫迄个陈大夫、韩老前人、陈大夫，包括咱迄个先帝的老前人的是这个啥？这个讲老前人，伊拢是行咱共款拢是做人呢，就是讲伊来就是圣严先生为师，伊共款像我老前人较有看过，伊像严先生安尼汉草遮好，嘿，像咱做严先生，伊汉草，因为山东人做较耳边的人较过来，伊讲伊，所以若是甲咱共款，拢是共款是做人，但是成就了贤德地经，就是伊甲迄份的悲心，对较耳边来到咱台湾，把这个道传互咱，搁讲。
哦，尤其好看吼，嘛去线下的时，咱做这里做个煮物件吼，伊拢来煮物件，煮咸啊，煮啥时，咱就甲我讲，等下吼你要倒去吼，你看我明仔载倒去吼，带饭啊，明仔载通吼，你公司吼倒去啊，伊互我带饭啊，你看我倒去通煮食吼，好高兴。其实好好要煮食，连到走进客人煮，伊若煮的吼，肯定会讲，你若要倒去就较大倒，伊讲好好啊。嘿，啊，所以你看，迄拢甲咱相处的人，你看伊拢成就了，吼，各位责任大先，吼，这拢是，所以讲，我甲恁讲，咱真正第一季真正当超生了死，凡是重点对不对？实修，啥物叫做实修？就是拄我讲的。修道修心，办道静心，真真正正爱吼，脚踏实地去实修吼。啊，礼拜堂可能各位前贤，咱若有讲要去的前贤吼，咱就时间吼，咱每家拢有甲恁讲嘛吼。啊，叫咱各位前贤呢吼，快点充满咱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吼。感谢前贤。感恩。大方行礼。当下提出到有些三公到一公，在鞠躬，三鞠躬，感谢点传师慈悲鞠躬，感谢领任慈悲鞠躬，坤大必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点传师慈悲鞠躬，感谢领任慈悲鞠躬，持架向无极老母行3公里前到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持架前人一鞠躬，持架护前人一鞠躬，受架点传师一鞠躬，坤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持架前人一鞠躬，持架护前人一鞠躬，受架点传师一鞠躬。前贤哦，感恩啊。